有區議員認同政府提出嘅方案，認為要發展郵輪碼頭，最重要嘅係創造客源。咁如果我哋身處呢一度嘅花園咧，其實好適合一啲人寵共融嘅活動啦，同埋親子活動。如果將來嘅承辦商佢可以善用到呢度嘅公共空間，去做多啲帶嚟人流嘅活動咧，亦都唔係話單靠郵輪落船嘅旅客，因為其實旅客攞船之後咧，未必一定會留翻喺呢一區裏邊做消費。咁所以呢度原生嘅人流都好緊要咯。政府喺新一份租約引入4項關鍵績效指標。除咗每年郵輪停泊嘅次數，亦都包括非郵輪活動嘅次數同埋訪客人數，同埋附屬商業區嘅租用率。如果去到租約生效嘅第3年，營運商嘅表現仍然未能夠達到指標，就需要向政府作出補償。肯定多少少個人流可以係再多啲嘅時候，其實你對於租戶能夠繼續承租落去，甚至乎更有信心繼續喺度營業嘅時候，更加多投資多啲錢啦，或者時間喺度做佢哋生意嘅時候咧，其實更加有幫助。新租約嘅營運商需要管理郵輪碼頭嘅平台花園同埋碼頭公園。張景芬就期望中標嘅營運商可以善用呢啲空間。往前有冇做啲活動係有嘅，咁但係始終一啲活動可能一啲活動嘅搞手可能係一啲時裝嘅品牌啊，或者一啲粉絲嘅聚會，可能係一次完咗就冇㗎啦。咁但係如果能夠持續去做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帶嚟更加多穩定嘅人流嚟到呢一區。